咁啊，感謝大家今日參加我哋呢個導賞啦。咁我介紹一下先，我係 James Ho。咁我哋今日會同大家一齊行嘅個路線咧，大約咧就係咧，我哋會由呢度出發啦。我哋會去石板街先，去睇第一個地下公司，即係呢附近最近嗰個地下公司啦。嗱，皇后大道係我哋城市入邊最重要一條街嚟嘅。點解咧？皇后大道咧向出邊咧就叫 Marine Lock 海旁地段。呢個咧以前就係廁所啦，電錶房嗱，冇騷擾到佢哋，你影相冇問題。嗱，其實係有入口嘅，以前就咁樣入嘅。你見啲石咧，其實都係好早期嘅馬石。大部分嘅地下公司咧都差唔多形式嘅，即係其實就喺個路口身邊落咗去，跟住咧劃咗個地方。亦都有啲商業嘅廁所嘅。點解咧？就係因為當時咧就係黃金有價，都係男士，女士係比較少嘅。點解咧？當時嘅全部都係流動人口嚟嘅，落嚟做嘢，做完嘢揾到錢，攞之錢咧翻鄉下。1890幾年嗰陣時有鼠疫，依度都係中招嘅。一樣啦，有華人居住嘅地方，有要居住嘅地方，要有娛樂嘅地方，要有街市，要有地方可以玩。啲附近咧又係超多戲院嘅。呢個地段係乜嘢？IL2048，冇記錯係。Inland Lock 2048，呢一條咧係同個同期嘅，睇咩到佢啲建築呢啲嘢咧個 structure 咧係精細嘅，比較少人知原來有一個頭像喺度，但係呢個人好重要，對於香港嚟講，最多人嘅山泥傾瀉，呢間鋪咧從來唔開嘅，冇人噶啦，咁呢度咧就變咗係咧剩翻一條咁嘅燈柱，嗱，呢條燈柱咧有晒所有煤氣燈嘅特色。冇噶啦，香港係冇一種類嘅煤氣燈柱啊！有好大機會咧，可能做展覽啊，或者做其他 function。